隻成績。按有8。set。公告：以下係女子 U16 1500米決賽成績，第3名梁詠儀 HKMS 成績5分28秒73，第2名吳敏婷 HVAA 成績5分25秒62，第1名卓慧喬 TWAC 成績5分19秒23。以下係男子 U23 200米決賽成績，第3名陳偉龍 WAC 成績23秒41，第2名陳冠峰 HBAA 成績23秒24，第1名郭家齊 LSCAC 成績21秒82。以下係女子 U18 1500米決賽成績，第3名陳真 WAD 成績6分0秒52，第2名葉詠薇 GHSA 成績6分02秒19，第1名郭詠琳 WZ 成績5分10秒48秒34。以下係男子 U18 跳遠賽成績，第3名李卓軒